做客，欢迎来了。今日呢，其实係我來做客吼，我哋今日非常特別來到 Okinawa。去拜訪嘅呢，當然都係當地嘅地頭蛇，係非常榮幸有嘅機會來訪問伊談伊嘅故事吼。歡迎謝姐姐，謝謝，哇，多多識到，我哋都係睇謝姐姐嘅一個食堂吼，宴食堂，宴食堂對。好多同珠都會睇下食的，食過菜梯，Okinawa 菜梯嘅，對，好食哦，好有樣，係啊，非常好食。啊，鴉片啊，其實一個市場人哋等下可以個團體啊，個詳細嘅介紹。不過真見哦，以前假使有看過報圖啊，寫喺路係真嘅，鴉片一件生理清好。哎呦，我愛講啦，真件非常厲害。我喺韓國我上去第寫真這個故事，因為其實來呀已經42年，42年，已經42年，45年嘅啦，哦，45年嚟哦。佢說唔係睇 Okinawa 嘅時間，做路比係睇台灣嘅時間好長嘅。伊也分天然都少嘅，你啊，結果哦，已經係變 Okinawa 年咧。其實睇咧就較久。唔係嘅反而啊，唔係過年有日本強嘅哦。我哋姊妹咩人講嘅？有我最近聽人講客話吼，講過年吼有些人日本強嘅，哦，咁樣樣。對呀，咁我哋咁樣吼，有拜託謝姐姐準備一道伊嘅小物，吼，我哋透過一道重要嘅物品來了解謝姐姐。咁我哋請小助理吼，幫我哋團體的謝姐姐準備嘅東西。好的。哇，這是我的護照呢。這該不會是45年前？哦，對，很勇敢，這個就是，對。啊，當然我先看相片哦。做對。哇，上面資訊我先遮住。啊，資訊不要看。資訊遮住。對，年輕的時候就不一樣哦。還有嗓子冇強樣啊！而且我是不是聽說這是你相親的相片？對，我相親的相片。真嘅動講呢？有樣。你那個相親係用嚟相親的呀？哦，有呢哦，就朋友介紹嘛。介紹哈，都好啲茶蛋糕啊，坐巴士㗎哈。佢都講，學珍啊，哎呦，好久不見。佢都講，我有個親戚哈，對，日本 Okinawa 呢哦。嘛要結婚，我介紹個細妹本佢話，你相片冇幫我送好嘛？坐巴士讀到，嘿，我普通上班我是喺橋度拜啦，我個朋友咪佢講佢喺視察啦，做按度好人講嘅緣分啊，伊囤偷相片，佢都同我偷相片，我想唔怕啦，佢做神奇咩嗬，都拿走，都清這樣，看到都好皮包有一種。一種相片證件咧，個證件，講我做本地，其中寄過來 Okinawa，幫我先生夾片看，佢看到我老公佢看到就有中意啦，我公公婆婆也看了有中意啦，佢都當中意台灣看嘅。你哦，係啊，佢當乖啦。唔幾擺看到唔嘅家下嘅相親對象，都係也係老公嘛？就係啊，咋？唔家都一見鍾情哦。就算吧，因為有呢，佢這樣子哈，佢視察追我們哈，佢家親戚的追銀行卡啦。他開車有沒有很穩，當穩啊？一小巷子他都可以有辦法這樣轉過去，也不會摸到。就這個人要讓你靠我做對咯，就像個按壓後呢，對。然後他也長得，就可以嫁。沒有，他長得人也很好看啊。這個白白的哈，帥帥的啦，真的。然後身材也蠻不錯。那時候172公分嘛，那我162公分嘛，就我覺得那也 OK 吧。佢說而家嚟做的家官家用要來看，要來看200。過幾個跟住給錢。家用咩係一看就中意。我都出一來除了一個護照，會不會還有一種？這個是訂婚的訂婚照，對，你真的很美呢，現在也很美，但那個時候真的，可能一個用難怪老公很敢用，可能一看就中意。
对对对对。哦，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是义无反顾，就说啊，刚来撸了，对对，那我就真的没有顾虑，也没有什么，我想说，哎呀，算了，就这样子吧。啊，你跟他相亲是会紧张的吗？还是？我不会呢。我讲真的，我不会，因为我怎么说嘛，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是算，不，那就会太疯哎，对，很那个，很大方的，不，那就会算是会讲同人交朋友的。对，我想说，哎呀，算了，那就从零开始吧，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从零开始来交朋友。刚才能够讲小助理对，本来能让我一的雪珍姐带，也可以赏货。对，这个是旗袍，我婆婆做的。对，她做的。哇，对，这该不会是你？是我穿的。结婚的时间做的。对，我订婚、结婚都穿这一套，都有。订婚的、结婚也是穿这一套。所以这是15年前的。婚姻是安心呢。对啊，因为这个是那个丝绸的嘛。哇。丝绸的话，你不是一个旗袍。对，还有这个是小外套。对，小外套。敢用做的。对，我婆婆做的。连结婚的衫，对，就会敢用做的。对。按来的时间，就可以也给他。嘛有呢。噶哈嘿。这样是我公公婆婆给他做给买一个贸易的，噶哈嘿就是做批发的。就是说他们这里边所谓的就是说，我们要给，就是像说。人家来冲绳观光啦，就把那个土产带回去。刚他弄会转变到边，那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的东西拿去给商家有没有？就是他跟我们订了2家，然后他做的好几家嘛，然后两家就跟我拿差不多。那个时候42年前。2家就差不多拿着日币500万的东西去。第2天到银行去，他说：“哇，你这个是福阿达里，就是说把它票，空头支票，空头支票，那就拿不到钱了。那拿不到钱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就大家都着急了嘛。那1个礼拜后啊，那样我就想说。”敢用遐按摩料理咩？做来开料理店嘛，做开始。做开始给嘛。但是都没钱了。从头开始了，真的没钱了。刚还卖嘛嘅？就是卖一些中华料理菜啦，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卖冲绳料。你讲人在做天在看嘛，对不对？那。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老实人啊。那在冲绳有没有懂有信用啊？他1000有叫算，够不是天天加钱，没加米的钱。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施工所，都有件无人族嘛。其实讲其他上去，其实只有一族啦，族的刚刚给施工所的族讲。给你也想要做叫做绅士调查，叫做调查都讲要赶紧做掉。这样是因为也无一下组安排给的嘛，就是讲叫做来的优先，就给我们然后才搬到这个市场。一开始就当然处处爱开家哈，当然係先做这个做官嘅料理。係啦，先做嘅啦。後來都會融入一些Okinawa嘅料理。咁人哋拿手菜係嘛嘅？喺假來一天會食的。炒米粉。台灣的炒米粉。哇，那這部分我們就等一下再來講，因為等一下會有炒米粉。還有以前張奎是跟他們東都華僑啦，以過年過節做是蘿蔔飯啦，是甜飯也得啦拜呀也得咩，拜阿公婆也得拜神也得，叫做這位同來就天來的啦。台灣的張奎是個做粽的啦，個做肉包啊，個做甜的啦阿子去的。就菜天然，菜天然，當然是個做饅頭啦，
讲我就炒鸡酒啦，哇，幾酒沒有哦？誒，好，剛剛你講到寬體上烹，好，也好來謝姐姐，誒，哦，那胸片，可也給是是胸片集錦啊你，对，里面有没有冬磨寒的哈？爱做洋红干啊，冬磨寒的哈，新年就冬手穷哈，就下班好了，人家就带给的去旅行啦，然后迪士尼的带他们去玩，然后接着就冬跳的啦，你啊，只想讲母亲节，加寒色咩？就讲想讲送盆嘛给盆妈妈，我就想哦，就剪彩剪一剪了以后就送这个给我相簿，我也没有想到说哇，小朋友这么厉害，会想到这一招。哦，有写欧嘎桑，真的比什么都值得。这是2000年，对，2000年5月14号，刚好是母亲节那一天。哇，所以虽然爱磨寒，能喊喺感情浓厚啊呢？对，我们全部懂货。对，他们不会淹妈妈讲，哎呀，冇哟，佢吼，人讲爱晓得，佢冇哟，佢都讲看妈妈安辛苦吼，可能讲看妈妈不一样吼，就可能是讲啊，佢安辛苦，那就要一个家庭吼，完全妈妈同爸爸的衬衣来吼，你说吼，可以好哇，对，讲真呢，也下来也没得食，吼，食日幾點咩？下來吼，就嚟看到講阿爸媽媽點講啊無下，讓我做的安樣吼，要安樣啦，我呢對時候講無人食咩吼，佢下隨時都講媽媽，我哋食咩點，哇，講話講 OK 做得咯，你接做得咯，跟啊安樣，你先天都要理學校，佢隨時都帶邊個跑，哇，那我去料理學校。哇，那真見我老媽媽感情濃厚，對，怎會特別靚吼？個那個年下哈，分出來年下就看到叫，只講底下機械是工程，叫阿咋看到佢嘅接入都一馬眼樣，叫唔要我做對半日來，哦呀接嘢個先咯，唔似我做對人，只咪係日來做啊，不安尼咩喜好呢？我覺得係啦，以前啦，以前來食嘛，咩濃厚啦，哎呀，做一家先吼，人講咧，小嘅生理洋做工，行嘅什麼？行嘅啫，行嘅啫，自家嘅生理嘛，自家做頭家，係啦，自家做頭家吼，哦，好，其實這唔單槍伊嘅一個來到去那話故事櫃貼片，伊還做到一個市場嘅扛把子哦，我哋聊一下講繼續來談現在嘅這大嘴鼓，好。這個是也還拼還沒徽章，對，那這個有什麼功能？以往有領過的人，他就跟我講說，你這個不要亂給人家，這個可以去退款嘛。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我哋來到 Okinawa 哦，來拜訪燕色堂嘅一個頭家娘。謝俊姐，不過謝俊姐講到吼，伊攏會來到 Okinawa，其實佢嘅過程就係，佢當然會感覺上唔多嘅吼。不過唔計一路以來嘅歷程，係講係貼片，因為可能一開始先生盧卡還沒做一個料理嘅，係做貿易，後來遇到其他困難，存款從零開始。對，人講嘅命運啊，你沒有遭遇到，就是說失敗，人家說失敗為成功之母嘛，對不對？跌倒了再爬起來，也不會晚，因為還年輕。你蠻有趣，就係唔會講唔認命，我覺得認命唔認輸，對，就係愛讀到誒，唔怕，愛就去面對，愛做面對，愛做上網做，愛做係樣，人講嘅客家人嘅硬頸，你有感覺沒？你有感覺你很有客家精神？我有，因為娘講呢，窮樣按到台灣人嚟樣，見到啲人講哇，也客家人端正做無窮樣。哎呦，就說唔讀到誒，一片嘅台灣人，大部分唔係客人，沒有客家人，沒有，但是佢客家人佢咩按樣好弄嘅，尤其係老雜，年紀太嘢，參加下做已經轉去嘅一個等於，大家就感覺當有客家精神，見到就當
当羡慕啊，讲啊，家用啊，家讲啊，用很大片的星球。哦，错过你家用咩行业？因为家管咩行业？哇，你们全家就总刚讲了没？刚讲的。哦，啊，一个是能开中华料理，对。啊，后来到鸦片物资市场，哈，啊，就有 Okinawa 嘅料理。Okinawa 料理。啊，你后面还创下一个对，批拍的有冇共用嘅？嘿，俺呢面讲也系盐分啦。哦，有冇嗌吼？就梦到财神爷，就头摆一个天台书房啊，就坐在那个，那拜挨哟，过行行，俺当时对天师兄讲样事情，然后俺就想讲，上了1礼拜以后哈，跟俺就想讲，有个事情哈，我从因为有老人家穷下，系咪吼？一定要问过。老人家咩？我家人就讲唱神容易送神来，我家人就讲做唔得，也係人缘分唔聽我拜，但是我本身我都想拜咯，嗰個我就唱完來同佢嘅我們安神，結果安落去1秒以後就不一樣，就滿場的客，人家聽了說我戲給馬屁。你講路滿眼咧，係咪？客滿哦。從家開始就生意都冇缺。不過弄嗰邊做又有代客料理啊。個好，都人講咩？人講其實我當多這樣嘅，人講 idea 就是說，很多的那個。我有新的想法出來。想法，新的想法的，當多我真人講嘅。然後這個那個代客料理就是其中一個。就會推演上多嘅，對，這個就是最大的一個轉變我的店的那個如果有代客料理係因為從下因為也係時氣嘅嘛，不過家可能就可以了。Q 是剛好只因為我台北還有上家哈，對台北萬華跟那個萬華啦，還有那個龍山寺，它那個兩個地方最遠嘅對面前擺台的都很好，擺。唔看到中影都拿到夾，係會做嘅。台灣有，加一片膜，一片膜。唔過人一般就係做生意做到當好，自家都反正財源滾滾來就好。冇咁樣呢，很少人像你這樣吧，有按那些獎狀。原來還有太爺，原來冇辦法表上來哦。唔做嘅非常多事情，像一個係，因為也係開店嘅做都有任命證，有任命，也係任命嘛。這個是有沒有？專門講讓外國人來這邊我們店裡吃的店，很多外國人來我們店裡吃的店的客人，也係觀光的相關的這種協會觀光的，對。有點你是觀光大使，對，就是類似這樣子的，對，差不多就是任命1年嘛。那個我這個是第1任做的，對。唔該到嘅獎狀，先睇嘅係按冇辦法按嚟拿上來，係護生勞動大臣獎。哇，給嘛給，就像說行政院長啊，衛生署，係啊，都中央的衛福部啊，對。然後呢，還有這個章哦，這個是也係聘係咪？徽章，對，章就是可以那個也個就係賓嘅大獎狀，大獎狀。那這個有什麼功能？它的功能我也不太清楚啦，就是以往有領過的人，他就跟我講說，你這個不要亂給人家，這個可以去推款嘛。就是地位那麼高的，對。按剛才美工，你只要別着這個，別這個針有沒有去他們的國費的話，就可以過。哇，就識別證，對。弄我一個台灣人可以做多少年啊？鹽分吶。你是做了什麼？因為我是做那個這指導員的，這個指導員就是說，因為食品衛生呢，是指導員，食品衛生。因為佢哈保健所的人冇拉你哦，他們的人員不夠的話，就是依賴我們這些這個指導員去天數去看這樣的嘛呢，傳堂啦哈，都會注意睇下食品衛生有做好。對。唔過一般就係公務員來，唔會做到講，係人指定，人會看到我指定。沒啦，我啦，
爱就做你成家，爱做你爱你受训，哦，然后书训，哦，书训晚上可以干，爱他没黑鸟，当年做去他们就讲习了，就迄做到同好，大家就会注意到，嘿，做注意到爱吼，点关迄个哦，去杜方我同他说一点钟，但是也老板没听过用，要大说都呛呛哩哩，就迄日头就有做好，你看到诶，嗰時第一年吼。做過幾好。嗰時就本人好多嚟帶頭啊。不過其實唔能算係外天人，外天人係錯。啊，唔可以嚟做一啲指導員。怕會遇到困難哦，會冇？會哦，會哦，會吼。尤其喺社會吼，見到行較會對唔幾好嘅。但是我吼唔會講，唔會講哦，唔會講。我講我同強調喺做事咧，大家來吼共同啦。大家來老本七家店吼，老七家店吼，總都槍槍哩哩來吼，愛你下來吼，看到識到見面我歡喜，我就覺得這咩，他好做同邊的朋友哦，不是我吼，喺許多行到幾員工嘅3條通啊，全部都同佢打招呼。哦，韓國人對人嘅態度，比如講做夜行人看行係唔一件點嘅係親生意親好嘅，冇呢，一開始唔會有人眼紅。哦，一開始我嗌就本人排擠呢，見到就唔喜歡本來就來啊，見到就少講啊，嗌起來過後，見到都唔是想我做生意。哎呀，咁能用㗎噻？嗌唔驚啊，嗌就幾好啊，跟他們融化，嗌香港人就啊唔能用誒，嗌你這做事情哈，110拍、210拍、310拍，嗌只可用，這樣，我說還是繼續跟你。咁唔同嘅講用係叫做，你冇得埋唔怕，嗌咩唔得唔難，嗌就做好就落好。係啊，真係啊，係會咩？嗌講用嘅人氣也強樣，講做好，我也是這種個性。哦，講，你們也不會記恨？哦，不會，絕對不會。冇嗌我哋喺度按叫。哦，唔會啊，就係唔同其他拍啲點嘅人。唔能夠是冇得答嗌，唔怕，係啊，唔怕。啊，能有嘢想同佢講法，嗌咩唔會記恨。嗌啲同學咩係咁樣，我絕對不會這樣。哦，記起你能不擔心呢？就係呢，係你在外地生活，過不久嘅是，我係啦，對於老百姓係呀，但是我的個性也有關係的，我個性有關係，唔感覺安尼45年來遇到心態困難係嘛嘅？哦，心態困難吼，做娘嗰樣時候，有冇本人多啲家下，重新開始㗎。講嘅某一行多係家下，對，嘅多啲家下，家下係辛苦嘅。來到日大家下吼，親嘅吼，親人中，叫到這邊講你要藐視你。為什麼說你是國外來的？張雷家哈，張雷家哈，那個排擠很有那些情形，他就不來跟你叫東西吃啊，就跟你說他們家煮的菜難吃啊，怎麼樣啊？哦，哎呀，但是您講生命冇保護我呀，個哈，你睇有冇做好看啊？有最好事啦，一啲啊，死了之後就先，愛哈。很少說去叫人家什麼人跟我宣傳，都不是，都是自然的來我這邊的。他們日本人所說的就是口口碑，就口碑，對。我感覺歸難想想就係像你安尼吼，睇國外安尼打拼啊吼，因為像喺人生地不熟，而打拼就是難誒。我來講還遇到排擠，排擠。我剛過來講，沒有半個朋友，對呀，沒有半個朋友，也沒有親戚，我就是這樣子來的，從零開始。但是我現在。沖繩也有，全世界、全國都有。你可是會有這種，你會常常在家哭嗎？一個人哭有這種？你不會？我不會，因為我怎麼講？我就是看電視啦，因為我這邊我從小就是做按鈕，有嘛困難呢？自己一直唱歌，自己一直唱歌。哦，你好唱歌。我好唱歌，唱歌我就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我就是这种个性，哦，很乐天，很乐天派。哇，难怪哈可以一直就是，要不然我怎么可以就继续在这边开店开那么久，所以可以做到你们这样也跟个性没有关系呢哈，也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坚强，其实对，要很厉害呢哈。硬强精神嘛，客家人的。我过啱哦，强强我过啱但是我讲日文啱。哎呀，唔會。哦，好，今日咧小陣姐試下茶，試下咖啡，我哋等下過嚟打嘴。樂天派啦，樂天派，佩服。來日本來我聽他講，第三日提醒你的人，就來都要的你都想好像回到故鄉了，吃的菜不太一樣這樣子。食盐牛、三层牛哦，都是很棒，很好吃哦。阿姑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黑猪嘛，这个黑猪也是很棒，很好吃啊，炒起来很香，那个油的味道。ね、阿姑のね香りすごいよね。はい。もう大好き。下輩就買魚呢，買豬肉，個就買一般的水果，還有老輩就買水果，都後面有買水果，個裡頭最一般的有冇講哈，個喏嘛迄個薑菜啊，就有的磨啦哈，沖繩的有那個薑菜，要不要試試看？好吃，非常的好吃，試試看。哇，你看他卖的剩下这么一点点了，太多客人了。这是夜光贝，只有冲绳才吃得到，台湾也有，才小小的一点点。夜光贝就是这个啦，夜光贝，一半生是一半炒，夜光贝啊，很好吃啊。这个是冲绳的海葡萄，龙虾。Hello， 美女，什么都给我们够了哈。好。哎呀，这么可爱，这么漂亮。从哪里过来的？我们澳门。澳門哦，真的。這沖繩的海鮮非常好吃。也哈咪也市場好好，當多因為這個外國人講過開的，台灣的啦，香港啦，中國民謠啦。反正就東南亞啊，個還有外國人啦，歐洲方面也同啦。我所講就帶去，反正所有的我來沖繩講的人行咧，伊做我來人家市場吼，伊聽我來過也市場講，咁講到吼，加差5年就吼，五顏六色吼，當多節目嘅參與工嘅別的銀行已經當多。也就是講，人也偏那個五個哈，很神奇哦，個按到色，拍那個感覺係嘛，這個是蘇梅魚哈，蘇梅魚，那是白鯛，還戰車，戰車這個很好吃，然後這個是椰子蟹哈，椰子蟹在我們台灣是保護動物的嘛，對。沖繩還可以吃的，這個桌子厲害。雞皮魚，哈利森波，它這個皮剝掉的就是這個樣子，你看比一比不一樣，這個皮已經剝掉了。好，講醫療哈，豬腸裡面，然後市場部哈。就以前係開始做呢，一路賣開始賣吼，去醫療講過，個吼下後又變嚟講賣牛肉、豬肉，所以當個講，參沖繩咧嘅嘛個阿姑啊，那五豬啊，給那個炒乜東西嘛，然後食鹽牛啦、三層牛啦，也是非常的好吃，不時候就變成帶動這方面的經濟。誰來做客萬人來了，我哋來拜訪 Okinawa 佢燕色堂嘅謝振姐，好多謝振姐講到嗰度故事吼，還有帶我哋去
留一下一個市場。哦做對啦新呢，哎，系啊，東西爭哦。過間一年啦。一年啦，幾去年的3月19，哦，这样搬过來。等於講開始而家下，其實係疫情期間。哎，對，疫情之前，疫情之前。疫情之前。哦，咁你疫情期間有受到影響？哦，有哦，因為臨時辦過一個邊吼，佢做臨時的唔係醫好咩？哦，他講吼，人講嘅一下搬地方吼，人講嘅風水，哦，我有感覺。哎，差咁多哦，人家腳都唔也行到嗰邊去，對。哇，那個地方很有呢，人講嘅自然形成的，去國際中逛一逛，逛了以後自然會來這邊，然後。嘅假使去首里城哈，有幾多位人哈，吃盐做我行到入市場嗰邊嘅，因為我哋全部都有觀察過，個幾萬嘅迄個記得要有調查過，人家吃鹽做我行到，看到哎呀啊神奇哦，做我行到，個哈行到啊到嚟㗎，我看到吧，哎呀東市場用屯全日本冇中央啊，哦，因為亞東市場要做以前哈。入邊嘅理事啊，理事佢都去台灣看嚟哈，做參台灣嘅做法。嗰個日本嘅觀光客入到嚟家，就看到，哎呦，呀，那有參日本。哦，佢講人家東南亞台灣嘅做法咩？哦，係哦，又唔參日本咧。冇，咩，佢日本本土嘅完全冇參與咁嘅錢。哦，佢哋都講，以後來啲人都當參來台灣咯，係。誒，等到啊你哦。對。哦，阿有類似就懂哦。做咩講？看參台灣人就嚟得個，有來啲人都參來到台灣樣嘅，那有個當參做嚟故鄉，尤其吼來日本來沖縄講去新年。去3月去新年的年，有啊，來到要到啊，佢都想好像回到故鄉了，吃的菜不太一樣，這樣。哦，我講過台灣有時吧唔像，有嘛慘吼，係啊，就當有其實有異國感，係啦，有異國感。我一直會聽到台灣嘅口音，台灣人台灣講講下嗰度啊，當多，客家啦、河洛啦、桂語啦、海豐啦，係。啊，唔過留下買嘅東西係喺海山為主，海山為主錯。哦，咁唔興用你嘅頭家，你是會過學嘅頭家嗎？你是很兇的老闆嗎？啊，我吼，實在講，我對員工要求當然哦。係啊。但是對你行業冇強樣哦。對員工講話又冇強樣。係啊。但是吼，一下人講嘅，路誒就常常我看。因為經驗嘛，經驗吼有經驗的吼就較無強樣的。他個人就講，看人面根本就冇輸過苦誒。哎，認真哦，你真的就是貴婦臉哦。你不用其實都錯了，你知道嗎？我剛開始做這餐飲業的時候，我這個2個手哦，你看長那個點一大堆啊，因為洗疹子嗰種啊。因為洗碗筷、煮菜都要自己全包，然後擦那個牆壁的廚房裡面的，通通要自己。長的那個疹子長得嚇死人，然後會適應呢。你看他辛苦的時間，一年要做一道這樣子。我跟你講，我做起來哈，講起來沒有人會相信。我睡覺的時間沒多少。只有4-5個小時，其他都是就是工作。尤其是我以前做加工的時候，很可憐的，都被人家罵呢。你講的加工就是代客料理啊。他們說：“哎呀，我的店菜單這麼多，不用做到加工。”他說我是傻瓜才要做這樣的。哦，裡面的還夠甜嗎？然後你知道嗎？我客人都是從後門回家。人家的店都通通關掉了，然後開會的時候，他講罵我呢，美國太假啦，不分啦，就罵我個，跟牙店迄東西唔見很多配，哎呀，那沒必要罵。還是想講，總有人唔一定咩我想到這樣的做法，你們講的死推冇強樣啊，你呢再全部都當以後上書啊，我失火，結果有樣哈。哦，也死推冇強樣，
他个穷嘛时候，唔嘅，你最拿手的迄嘛个菜，你感觉？哎呀，唔清厉害，你感觉这个做落真有自炒米粉也信的菜， OK 啊。就系哦，对啊，炒米粉我也 OK 啊。我跟你讲，我煮什么菜我都 OK。你像我出去吃的时候，哦，这道菜不错，就研发，就这样子。我这个菜单都是我自己头脑，我自己想出来，我自己做。哦，对啊，你像我们店的那个明虾椒盐炒，大家都认为好吃。有没有？你们刚刚下去那个下面拍的那个明虾，他们说苦鲁麦饼，对，咁有乜嘅菜蛋烘嘅菜係有配鹽毛嘅嚇？啊，就像入副瓜炒嘅猪肚。台湾迄副瓜炒小鱼干嘛吼，俺也是炒肚肚，个不用偷丝。给日本人冻好呢，你睇唔得吼，20几文年，28年，按啤酒冻好食了，冻下饭，讲冻啤酒冻好食。嘅唔知你吃过冇？冇。苦瓜炒豬肚，冻好食呢。嗰種冇咧，冇試過苦瓜炒豬肚。炒豬肚，沒有哈，連台灣的冇人嚟食啦。冇人食哈，跟人想出來。你這個想到誒？對，因為給沖繩人哈有吃豬肚嘛，他們豬肚哈，給豬肚哈有個過年過節吃啦，豬肚湯啊。你們菜地咩話嚟食？菜地也係豬肚湯，叫做潘後師過年過節有這道菜。豬肚湯啦。咁日本人很好食嘛嘅五個菜。過還是炒強菜啊，炒強菜啊，像空心菜有沒有？我們台灣也有嘛。給的就講哇，你的炒強菜也很好吃的。雖然它很平常，對，很平常，但是沒有一般人家庭裏邊炒不到那種味道。因為我們的炒青菜裏邊，我們有加高湯，有高湯的那個放下去的味道完全就不一樣。我們高湯是用柴魚啦、雞骨頭啦、豬骨頭去熬出來的湯，像沖繩麵，我們就是用這個。那有的人就講，老闆娘，你幹嘛那麼麻煩？就做簡簡單單的。現在人家不是用粉嗎？粉弄一弄就好了。我說很抱歉，我自己要健康，我也希望我的客人健康。啱你一講嘅，從啱你頭都識嚟，就會感覺哦。莫怪我按懂你來食，就是因為一開始我想過，呀又唔係買個太傳統，做嘛太雅英來呢？我呢就是說，像那個他們說的華菜嘛哈，華菜就是說它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對身體非常的好。還有那個什麼黑墨子炒麵，那黑墨子也是對人的身體特別好。譬如說你自己呢有沒有便秘，你的胃腸好不好？你第二天大便出來的時候就會有黑黑的出來，那個也是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身體怎麼樣。俺們頭當初吃過飽，可是現在才3點，為什麼你公還有肚皮耶？俺們等下洗澡部分，俺們如果像寫真這偷一行菜，係而感覺你用方面唔怕，佢重要嘅。咁俺們聊一下，好，繼續來，就真係有好食嘅。是我吃到炒米粉，就會有一個感覺，還係食到寫真這個炒米粉。嗱，我有安尼感覺。這來做客萬人來了，俺哋一般呢最後一套呢節目吼，就係愛請俺哋的來賓啊吼，同俺哋講，韓國俺哋愛叫我試一出菜，就係對我來講，佢鐵皮的菜，唔過來到。即係這個宴食堂，弄有可能搶一出菜，按澎湃，嗌人食豬食得係呢，嗌都是搖尾啦。真是，因為即係如果從俺哋頭都講到嘛，入邊係嗰度食堂啊，帶下嗰度海產啊，韓國種菜啊度，嗰個學生姐都講啊，嗌有一啲幾啦，我見到網上有嘅夜光貝，係冇一個嗌一係嚇，係本來是如果入嘅係咩？係做係嘅。也係上色咧，也係用炒嘅。佢頭都嗌你帶下看到夜明珠嘅嗰種感覺，對，夜光貝不是夜明珠，很大呢。對。哦，我們台灣看不到那麼大的。
嗯，对。刚刚的电话来说，那我也吃了，好。我们先来吃也就迄夜光贝路迄个谢珍姐讲来到亚尔斯已嘞，经我吃了，好，俺真嘅冇食过，哦，然后来吃了，吃了，但我吞夹瓦萨比，哦，然后来吃看呐，好吃看了，吃看了，变汉啊，忙死啊，纯给我，很不错哈，口感很棒哈。好像冇配的东西，同 Q 用的口感的嘞。哦，没有不一样，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完全冇 Q 用。除了也个啊，也系俺哋谢珍姐沙比煮嘅。还有俺哋一开始有问谢珍姐讲，有乜嘅对我来讲当葱油嘅，俺哋录唱小助理哈。我来本俺哋炒米粉，哇，好，什么？谢谢。也个就系对俺哋台湾人，嘿，炒。当平常嘅，尤其献祭一定会食到。嘿，对吼，有样吼，真嘅，我有炒米粉，睇下哪会去嘅。有样吼。不过一开始其实它算你们的起家菜，对对，算哈。因为也个系台湾菜咩，炒米粉。一般你不懂好。一开始能睇45年前，46年前开家哈。台湾人佢42年前，台灣人佢做事咧就已經懂少嘅，咁樣是懂少。係啊，嗰度你到華僑喺度看到講，哇，有台灣菜哦，幾件都聽到講，報紙乜要點嚟咧？我有台灣菜哦，幾件就終於我做了事了。哦，剛剛有來食看啊，雪珍姐嘅炒米粉，食起來很用誒。好吃，七港欧诺，炒米粉了哈，我七港没听到你，一礼拜哈，他把我吃2多说3个，是我想我吃，怎么样？难怪是招牌菜，真也是想我吃的，要有肠，又有菜，又有豆菜，我还有马开起来。韭菜，嘿，快菜，嘿。雖然係來 Okinawa 聽音樂，有家鄉的味道。我們的製作人有發現我要哭了，有家鄉的味道，完蛋了，要剪預告了。不錯哦。真的，像他们真的很久没有回台湾的人，疫情的时候也是。我才来第2天呢。他们就觉得说，哇，真的好棒。他们本地人也是哦，来吃一次以后，然后他要带回去给家人吃，又再跟我点2份，带回去哦。不是说我自己在自豪啊，他们就喜欢吃，真的。感觉阿弟们，是我吃到炒米粉。就會有一個感覺，係喺食到謝珍姐嘅炒米粉，然後我有安尼嘅感覺。謝謝。我現在在想這件事，因為我不覺得，俺是會食到炒米粉，如果有一個感覺呢？可以嗎？好高興哦，謝謝。讓你想到媽媽的味道，家鄉的味道。而且其實俺媽媽嗰時有做炒米粉，俺哋都看我媽食炒米粉。嘿，因為俺有聽講嗰種土種咩？人嗰度，俺哋南部係炒飯的，係咪？嗰度。係嗎？所以我們炒米粉其實沒有很多。然後剛剛吃起來是，因為吃到嗰度都會買炒米粉，米絲幾重。我覺得是有點平衡。係嗎？嘿，伊都係佢有米絲，唔會感覺講，我食到嗰度炒米粉有時把太鹹。係嗎？我就唔會呢。都係買個米絲感覺蠻綜合的。一開始能開就低，而且其實能來，沒冇可能都想要做 Okinawa 料理嘛，吼。那個是。他可能一部分係策略，一部分咩係嗌就係請我做嘅路係中華料理啊，嗌都有可能做當地嘅一團人餅咯，結果做出嚟嘅就係一戰成名，係冇？對。剛下睇下前後點嘅都係炒米粉。炒米粉，對。
连菜天营。哎，连菜厅。哈，刚刚你突然讲一下好吗？给40年前，炒米粉在 Okinawa 当地是多奇怪的存在。某年吃过，Okinawa 人很少很少，真的是很少。那像他们哈，以前就是战争的时候有没有？他们就是因为要避难嘛，就搬到台湾去嘛。台湾去的话，就吃得到炒米粉，对不对？哦，他们看到说我这个有炒米粉，他们很高兴，很高兴，真的是很高兴。就是说像在那霸市内，不必走到大饭店去，就这样子吃得到，就是走过来就吃得到，那老人家最高兴。那有顾客像我那么夸张的吗？有吗？有，他们都吃的真的是感动的哦。啊，真的，真的。哇，他对做事的你会很有成就感。当然了，我当然是成就感更强了，更继续想说，哎，我这个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因为系啊，看到年下安尼，都按咁做。系啊。韩国唔是讲从小主动好做事的吼。我说俺呀炒米粉吼，永远唔会团结，我继续下去炒米粉。我有开这个店，这个炒米粉永远是存在，一定会。menu 上一定会有，对，一定会有。对。然后 Okinawa 对你来讲很有哪些素材啊？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当然台湾我也是会思念，但是就是说，人家说就是说在这边住久了也会变你的故乡嘛。日本话就说刚刚我讲的，思密巴啊，那米亚果你那种，你叫他乡黑故乡。对。佢说英国就係退休美國留體呀。那啷个呢？还有脚可以走的话，就是台湾跟冲绳来去这样子。用片如黑故乡，两个地方都是。希望两边都。对。那然后我呢，就是退休后的那个活动啊，我都会有自己的活动，然后自己要该去的地方，去健身的地方，要运动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冲绳。就2個家。对，2個家。对。各位歡喜也拜有也機會熟悉到寫成啫。Okinawa 同台灣圈圈咧，我下禮拜啲嘅，我來 Okinawa 會10萬人咧。多謝寫成啫，多謝。剛剛繼續說咯，繼續說。被關了，我怕我再哭哦。多謝，剛剛說的哦。是。講，來，夾，我剛剛真的太誇張哎。來，沒有。